已经要过年咯，也毋过今年度9条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甲1.25条国防特别条例，立法院阁还未审查哦。有真侪民生重要的计划拢会受到影响。早起就有民间团体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赶紧伫过年之前调集调野协商，找出解决的办法。 预算卡关，全民受害。民团要求立法院审查预算，唔通欠过年，包括今年度超过9条的中央总预算，含1.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条例，甲大同也未审。基进党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唔捌停过，但是国防特别预算说已经轰动10届，嘛强调美国侵入台湾的军售案，包括要买拖式飞弹、标枪反架飞弹、M109H 自走炮，有效期限干那到3月15。 基进党指出，若无伫期限内通过签署，那对自我防卫有真大影响，嘛会互美国质疑台湾的决心。如果台湾没有通过这个国防特别条例去购买相关的，比如说反舰、反飞弹或者是反坦克这一类的这个武器，然后我相信这个以我们现有的这个武器设备，过不了多久，我们会追不上他们成长的速度。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和其他小党嘛，搁再呼吁调野立委。今年度中央总预算搁迁落去，会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包括国家疫苗产业千金计划、AI 运算资料中心，也搁有紧急救灾的地质有备金等等。立法院今年对于自己的预算，就比去年还多编了1.8亿元哦，包括立法委员的住宿会馆整修，还有汰换委员院的大客车哈。同时呢，还有他们的整个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预算全部都有增加，但是对于我们全民相关的东西全部都卡关，这到底是为什么？国科会的 AI 运算资料中心的建制计划被硬生生的卡住 ，AI 的发展速度是以天为计算单位的，全世界都在抢算力、抢时间，而现在我们的国会强行的按下了暂停键，会让台湾在国际的科技具备计算中直接输在起跑点。 因团强调，立委审查预算是本质工课，应当照期工作，才对得起人民的寄托。也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爱伫咧过年之前招调也协商，卖互关系2300万人权益的国家预算，因为政党斗争牺牲去。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